好啦，今期六合彩即將會舉行啦，大家電視機熒光幕嗰度都會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可以開始第91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0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10。第二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5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15。第三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4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24。第四個攪出嚟嘅號碼係9號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9。第五個攪出嚟嘅號碼係46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46。第六個攪出嚟嘅號碼係7號 ，sixth draw number is 7。最後一個攪出嚟嘅特別號碼係34號 ，and the extra number is 34。好啦，今期六合彩已經順利攪出，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分別係有7號、9號、10號、15號、24號、46號，而特別號碼係34號嘅。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六合彩結果同頭二三獎嘅派彩獎，咁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去瀏覽馬會六合彩網頁嘅。咁節目時間到呢度。